自2024年9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约沙法的改革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历代志下卷》19章第49、11节。约沙法住伫耶路撒冷，后来搁去民间巡视，对别是巴到以法莲山区，带人民归向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伊伫犹太全地逐个坚固的城设立审判官。伊对遐个审判官讲：恁办事着谨慎，因为恁审判毋是用人的权威，是奉上主的权柄。恁审判的时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但恁着行为上主，谨慎办事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永远不义，无偏袒，无受贿赂。约沙法对利未人、祭司甲以色列族长的中间选派人，伫耶路撒冷为上主判决案件、调解纷争，因拢住伫耶路撒冷。伊阁命令因讲：恁着行为上主，忠心诚实办理代志。住伫逐个城的同胞若有纷争来找恁，无论是为着杀人，也是为着律法甲诫命、规例甲命令遮个代志，恁着警戒因，毋通得罪上主，则免上主会受气，临到恁甲恁的同胞。恁安尼做，就袂致到犯罪。当宗教案件由大祭司阿玛利亚最后的裁决，民事案件由犹大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囝西巴地亚最后的裁决，利未人做官长协助恁。恁着好胆办事，愿上主甲正直的人同在。约沙法的改革。约沙法因着先知耶户的责备，认罪悔改，佮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改革。咱看见约沙法接受耶户的建议，谦卑承认家己的错误，进而推动改革。约沙法改革的第一步，就是定期出巡民间，对南部的别是巴到北部以法莲山区的边界，呼召人民归向上主。这是真重要的步骤。约沙法毋是用威权颁布命令、规定律例，就爱人民来遵守，反倒当是先下乡了解人民的想法、生活的实际状况，听看各地的声音，先收集资料，佮针对所看见的问题对症下药。约沙法身为一国之君，愿意放下身段，聆听人民的心声，实在是真无容易。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慢慢建立的。有一句话讲：有关系就无关系，无关系就有关系。看若像真简单，却深含奥妙的道理。约沙法伫咧进行司法改革之时，就把握着这个原则。约沙法甲各地官员、人民拢建立关系，佮了解实际情形了后，才开始定制度，设立审判官甲教导律法，佮严格要求官员爱伫上帝面前忠心诚实、公平公正，审理逐款事件。也因为安尼，伊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，毋但简单甲人民带到上帝面前，也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，
即几年，教会界常常在讨论有关国层面需要改革的议题，譬如讲，教会少年人出走的议题。少年人的心声是，教会的侪权威者毋捌少年人的想法，好像有沟通也无果效。侪权威者的理解是，家己努力想了解少年人的想法，但是好像有沟无通，造成彼此的鸿沟哪来哪深。针对即个现况，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推行中心伫去年举办5场分区座谈会，以青年宣教为主题，展开讨论。当中由地方教会牧者长级和青年做伙参与，佮提出各自的见解。其中讲到，少年人愿意伫教会留落来的关键，就是牧者长级是毋是愿意倾听、甲陪伴、关心，用听甲上帝的话，甲因带到上帝面前，毋是伫还未建立关系，就要求少年人投入服侍，也是用规定甲因拔条条。安尼的座谈会是一个好的开始，相信总会、中会、地方教会的同工，也是牧者，伫咧进行改革，也是推动新事工的时，会当先放下本身主观的意见，听看搁较侪无同的意见甲想法。安尼做，检采会用较侪时间，确实会当互少年人也是受邀请服侍者信服的做法。约沙法伫面对改革的时，谦卑的态度，值得咱学习。愿教会的牧者，同工伫咧进行改革的时，会当加听其他人的声音，用谦卑的心接受无共款的想法甲意见，做出合伫上帝心意的决定。默想，教会假使需要改变，上困难面对的是甚物款的问题？教会假使需要改变，上困难面对的是甚物款的问题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无论拄着甚物款的难题，我拢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，佮聆听别人的声音，追求拄好的解决办法，做出得你欢喜的改变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